各位患有 ADHD 嘅朋友，你有冇試過明明出門口前咧，你睇一睇個鐘，覺得自己仲有大把時間，淨係諗住碌下手機啦，結果望一望個鐘，哇，半個鐘頭咧，咁就無端端冇咗啦。又或者咧，老闆交代一樣咧，要搞3個星期嘅 project 啊，你個腦咧明明知道要開始，但係點都的唔起心肝開始做喎。你日日望住係好內疚，但係偏偏咧就要到 deadline 前最後一晚咧，你先至真係驚，先至咧有動力啊，通宵趕工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臨床心理學家黃佩林博士，黃 A 博士喺度咧，同大家分享一啲實用易明嘅心理學知識嘅。如果你成日因為遲到啊、拖延啊，俾身邊嗰啲人覺得你冇責任感啊，甚至咧你自己咧都開始懷疑自己係咪覺得好失敗。嗱，今日咧我想話你知啦，呢個咧係你大腦裏面咧一個叫時間盲症 （time blindness） 嘅現象。嗱，我喺之前咧嘅大腦網絡嘅影片咧，同大家分享過啦。ADHD 嘅大腦因為負責發白日夢，向內嘅預設模式網絡一個 DMN 嘅頻道咧，成日都熄唔到啊，咁就會係咁將你咧拉入咗去一啲個內在嘅思考。嗱，當你一遊魂咧，你對時間嘅流逝咧就完全斷片嘅咯。今日我哋喺腦科學嘅角度出發，睇下點解咧 ADHD 嘅時間管理咧係咁難搞嘅。嗱，要拯救時間盲呢個問題咧，第一步咧係要明白咧，對一般人嚟講，時間咧係一條流暢嘅時間軸嚟嘅，有過去、現在同埋未來。咁佢哋咧係可以能夠咧感受到個時間1分1秒鐘咁行嘅。但係對於 ADHD 嘅大腦嚟講咧，其實只有2種時間嘅啫，一種叫做 now 現在，一種咧就叫做 not now 不是現在。嗱，只要件事咧唔係水浸眼眉咧，就唔係 now 嘅咯。咁負責對外執行嘅任務嘅任務積極網絡 TPN 咧就唔會通電㗎啦。咁你個腦咧根本咧就感應唔到咧嗰種危險同埋迫切性啊！只有咧當件事咧變成咗 now 現在，例如仲有5分鐘就遲到啦，聽日要交 report 啦，大腦咧先至會突然通電嘅。所以好多人咧教你用普通人嘅方法咧去自律啊，叫你寫 schedule 啊，逼自己有時間觀念啊，呢啲好多時對 ADHD 嘅朋友嚟講咧，雖然有用，但係好難實踐啊，因為天生咧冇咗呢個內置嘅時鐘，你點樣逼自己咧個腦咧都係感應唔到嘅。我哋真正需要嘅咧就唔係內在嘅自律咁簡單，而係咧揾工具或者方法去幫手，幫大腦咧將時間咧重新咁畫翻出嚟。黃 A 博士，你又講得簡單啦，我都有試過用計時器啊、鬧鐘啦，但係根本冇用嘅。冇錯啦，呢個亦都係咧點解我需要將呢個 ADHD 時間盲自救指南咧分拆成3部曲嘅原因。因為大部分咧嘅 ADHD 嘅患者咧嘗試去拯救自己嗰陣時咧，都會踩中咧3個神經科學上嘅氹嘅。第一個氹咧就係太難同太煩啦，手機嘅鬧鐘咧太反人性啦，解鎖啊、揾 app 啊、入數字啊、撳 start 啊，呢啲嘅動作咧已經耗盡咗你咧寶貴嗰啲執行功能啊，你個腦嫌麻煩，自然咧第一步咧就放棄啦。第二個氹咧就係個大腦自動免疫啊！嗱，就算你買咗個 timer，通常咧用咗1-2個星期咧，大腦咧就會好快適應習慣咗啦。當佢冇到喎，將個鬧鐘咧就好似變成咗一啲背景噪音咁樣，直接過濾咗佢。啲工具咧好快變垃圾啊，就冇晒作用噶咯。而第3個氹最致命咧就係啲 deadline 太大壓力啊，搞到個大腦 hang 晒機。嗱，好多人咧以為咧最後1秒先開機咧好有用，但係呢啲 deadline panic 咧係一把咧傷人嘅劍嚟嘅。嗱，當真正大難臨頭，你要去面對一份大 report 嗰陣時咧，大腦感受到個壓力咧會突然爆標喎。呢個時候咧 ADHD 嘅大腦咧不但開唔到機啊，反而咧會因為壓力太大咧而啟動咗一啲嘅保護機制。過度焦慮啊，陷入癱瘓啊，呢啲狀態咧就好似咧你個腦咧輕晒機咁樣樣。明明個內心咧緊張到爆炸，即知道咧即刻要喐噶啦，但係個人咧就好似 freeze 咗咁樣樣，喐都喐唔到。結果咧你個腦咧就為咗逃避呢啲嘅壓力啦，會強迫你去碌手機啊、打機啊，或者做啲無聊嘅嘢咧去分心啦。嗱，表面上咧你喺度偷懶，但係實際上咧你內心咧極度恐慌啊！所以要真正馴服咧呢個時間盲症咧，我哋必須咧要有一套系統性嘅策略。嚟緊我會同大家分享咧幾條咧極之具體嘅實戰片嘅，逐一幫你咧
避開呢幾個氹。嗱，下集第一部曲我就會同大家分享點樣唔費腦力，連數字都唔使入，動口不動手嘅無痛計時法，解決咧嫌工具都覺得麻煩嘅問題啊！第二部曲咧，我哋會拆解點解用鬧鐘咧2個星期就會失效，教你用3招咧去等個大腦咧估佢唔到估你唔到嘅套路，令到呢啲工具咧可以繼續幫到你。第三部曲咧，教你點樣反客為主，主動咧製造一啲嘅微型壓力，將你咧唔到 deadline 唔開機咧呢個特質咧變成咗可以自由控制嘅動力。嗱，請大家留意一下咧嚟緊嘅 ADHD 時間盲自救指南啦。下集見啦，拜拜！多謝大家收睇，請 like、share 同訂閱我哋嘅 social media 同 YouTube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